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真侪绿色社团甲给修理科今年所受的关怀甲物资的帮助大幅度来减少。对此，世界佛教正心会上午透过民意代表甲区公所的帮忙，伫个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珍的联合服务处，共同来发送民生的物资。今天非常感谢世界佛教振兴会他们的爱心那特别准备了大概有100箱的这个泡面，还有肉松要来送给我们这个弱势的朋友们那因为也有感于因为这个疫情期间，其实很多弱势的朋友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跟困难所以他们特别准备了这些物资。那怡珍也把这些爱心的物资呢分送给我们邻近里的这个低收入户朋友们。那也期待说呢，这些爱心的物资能够陪伴他们度过这个疫情的难关。那我想也是一个抛砖引玉也希望说大家能够一起加入爱心的行列，一起来关心所有弱势的朋友。也再一次感谢世界佛教振兴会他们的爱心。我们振兴会其实已经20多年来就一直做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特别是在我们总部的那个板桥台北地区，这是我们师父呢恒信嘉措仁波切，因为他一直关怀周边的一些弱势族群还有乡民，不遗余力的这20年来一直在做。那因为我们有在3年前有一部那个行动佛殿在环岛祈福，今年刚好走到台南、高雄，所以说我们借这个因缘呢，也把这个爱心呢普及到我们全台湾的每一个乡镇。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刚好结合我们议员立委这边的议员，还有我们区长也很协助、很支持，所以说我们除了办那个祈福活动，也把这份爱心普及到每一个角落。透过民意代表甲区公所的媒合，即届捐赠的物资包括平安面甲肉酥，而民意代表服务处嘛特别捐赠翠暗等防疫的物品，予北区邻近8里的给收入户，大约有100户来收费。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